有時想翻新下屋企，但係裝修咁大工程，下下都幾萬蚊起跳，打拆又嘈又大塵，未必個個人肯做。但係其實要又平又快又簡單咁樣令屋企煥然一新呢，並唔係冇辦法㗎喎。而我哋今日嚟到呢個單位就係一個好例子啦。而佢靠嘅呢就係呢樣嘢。呢個單位嘅戶主呢，一直都好想簡簡單單翻新下個舊廚房嘅，但係怕要拆磚啦、整水泥啦、防水啦，再鋪翻磚呢，好麻煩喎。直到佢遇上呢款嘅飾面板。呢款飾面板咧可以用喺屋企唔同嘅地方，連有高規格要求嘅廚房咧都可以用佢嘅喎，連商廈啊、停車場翻新啊都會用到呢款飾面板㗎，因為佢通過咗 BS476 Part 4嘅防火測試，屬於不燃產品，有好強嘅耐燃性能。另外，佢同時防潮、耐磨同埋耐撞擊，所以就冇咁容易裂啦。我哋平時廚房牆身咧，一係就瓷磚啦、不鏽鋼啦或者玻璃，佢哋都比較容易花或者容易爆裂嘅。咁呢款嘅飾面板咧，入邊加咗呢個玻璃纖維嘅成分，所以就又韌又硬，就算沙煲罌罉撞落去咧，都唔驚佢裂㗎。你可能會問，唔係喎，鋪不鏽鋼咪唔怕裂咯？但係呢款飾面板咧有一個好處係不鏽鋼點都比唔上嘅，就係佢有成差唔多30種嘅款式可以俾你揀，雲石紋、木紋、花紋都有，配合埋佢哋自家提供嘅4種收口條，鋪上牆身之後咧，就可以令到屋企嘅格調更加高雅啦。有咁多選擇，唔單止鋪廚房、廁所，鋪客廳、睡房做特色牆都得啊！頭先講到翻新牆身、打拆又嘈又大塵等等啦，呢款飾面板咧最大嘅優勢咧就係佢施工簡單，直接用釘膠、雙面膠就可以將佢黐上瓷磚啦、雲石面、木板同埋石膏板牆噶啦。唔使拆磚鋪磚，1-2日就已經可以起貨。唔少師傅咧都反映好易上手，同埋好簡單就可以裝得好靚，可以加快到工程進度，所以成日都推介俾啲客㗎。如果你準備全屋裝修，又或者局部翻新你間屋變靚，但係又唔想花太多時間處理喎，咁呢款飾面板咧就啱晒你啦。